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中間標誌亮子喎，入邊藍衫啦，加州勇勝，但係呢個時候外邊標誌亮子走咗上去啊，中間第3位有堅多福，內欄第4呢粉紅衫啊勁好穩啦，外邊第5仲係至尊完美啊，第6位先到先得，內欄隔離拍住佢仲嘅街燈啊，後邊4隻啦，常多少古惑大師啦，咁啊仲有刀靈勇士啊，尾子呢就極速滿貫褪咗喺包尾係寶城智星嚟㗎，好啦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標誌亮子走咗出嚟先啊，之嚟一個身位堅多福第2位，加州勇勝埋連褪咗落去啊！中檔追嘅馬又勁好運啦，先到先得啦，外邊仲有街燈啦，再後多層啊馬，入邊古惑大師，最後200米到啦，標誌亮子走甩咗一個身位啦，見到勁好運追緊上嚟過佢咁滯㗎啦，咁啊埋邊位置有古惑大師，出邊追上嚟仲有先到先得啊！最後100米到，勁好運脫穎而出，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係古惑大師啊，第3名要影相喎。外邊呢就先到先得，入邊標誌亮子就比較接近啲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係貼欄嘅馬呢，又跑得好啲咯喎。